好来，继续来看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，旗下永龄基金会出钱落去的台大癌医中心病院防疫疗，讲这个资金无入来。郭台铭出面来解释，讲是因为进前的卡关案，也佮有政府行政效率的问题。这个郭台铭佮来加码关50亿。另外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伫行政院长苏贞昌就任了后，第一届到台北参加行政院会。进前韩国瑜来评论着香港反送中游行，讲中华民国地区无法度接受一国两制，这个中华民国地区这个讲法引发着批评。这韩国瑜特别来澄清讲，这是口误。简单完成签约仪式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旗下永龄基金会出钱150亿要起的台大癌医中心，有媒体咧报讲资金无来。这里面有很多行政效率、法令，所以将来我当中华民国总统，我一定会让这件任何的行政这个措施，应该以心力为基础。郭台铭加码捐50亿，出面解说顺续推销家己。民进党初选民调还未公布进前，错乱两人，什么人会赢？郭台铭大胆以称。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吧，这个应该是我们蔡总统会出现他半个经纪人跟我一个经纪人来，全个经纪人来打，他是不占优势的。主打经济牌，郭台铭咧拼国民党的初选，今麦要伫棒球办活动，也毋过难免会有人提来甲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做势做比较。乡亲们他们都会自己站出来，它是一个活动，它不是个造势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评论香港反送中游行，讲中华民国地区无法度接受一国两制，引起批评。上北参加行政议会，韩国瑜嘛有解说。我一个口误嘛，就是台澎金马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嘛。韩国瑜强调讲是讲伤紧，讲了唔对去，不过面对严肃的国家主权的问题，要选总统的韩市长应该更加谨慎的。